大家成日都話要戒口，話呢樣唔食得，嗰樣又話膽固醇高。特別係見到啲蝦蟹鮮魷，就好似見到鬼咁，喐都唔敢喐。但係你知唔知，其實我哋一直都怪錯咗海鮮。原來海鮮真係無辜隊喎，真正令你血管塞晒、膽固醇飆升嘅兇手，其實係另有其人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健康大騙局，逐一數出10種最傷血管、最升膽固醇嘅嘢食。而排喺第一位嗰樣，仲係好多香港人每日朝早都要食，當正係補嘅早餐添。如果你唔想年紀輕輕就血管硬化，或者等到50歲、60歲先嚟後悔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，因為入面講嘅資訊隨時可以救返你一命。首先，我哋要幫海鮮平反一下。好多人一聽見膽固醇呢3個字，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就係大龍蝦、大閘蟹或者係爽口嘅魷魚。以前啲醫生或者營養師都會叫人少食呢啲嘢，話佢哋膽固醇含量高。但係根據近年嘅科學研究，特別係由2015年開始，美國同埋好多國際嘅飲食指南已經取消咗每日攝取膽固醇嘅上限。點解呢？因為人體內80%嘅膽固醇其實係由肝臟自己製造出嚟嘅，只有20%係直接由食物入面吸收。即係話，如果你食咗高膽固醇嘅食物，你個肝就會自動減少產量；如果你食得少，佢就會做多啲。而海鮮雖然含有膽固醇，但佢哋嘅飽和脂肪其實好低，反而含有好多對心血管有益嘅不飽和脂肪酸，例如係 Omega-3。所以真正令你膽固醇失控嘅唔係食物入面嘅膽固醇，而係嗰啲會刺激你個肝製造更多壞膽固醇嘅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。好啦，明白咗呢個原理之後，我哋就由第10位開始，逐個捉呢啲血管殺手出嚟。排喺第10位嘅，可能好多人都估唔到，就係椰子油同棕櫚油。近年好流行講生酮飲食或者健康油脂，好多人將椰子油捧到上天，話可以減肥又健康。但係你要知道，椰子油入面嘅飽和脂肪含量竟然高達80%、90%，比豬油仲要高。而棕櫚油就更加唔使講喎，佢因為成本低、穩定性高，幾乎全香港所有嘅包裝、零食、餅乾、即食麵入面都有佢。呢啲植物性嘅飽和脂肪食得多咗，會令你嘅低密度脂蛋白，即係壞膽固醇 （LDL） 升高。所以唔好以為植物油就一定健康，揀油嘅時候真係要睇清楚標籤。跟住落嚟第9位就係好多反工族每日都要飲嘅奶精或者3合1即溶咖啡。如果你平時去茶餐廳飲奶茶，中意叫多奶，或者喺公司沖杯3合1咖啡提神，你就要小心啦。嗰啲所謂嘅奶精其實入面一滴奶都冇，佢主要成分係氫化植物油，即係含有好高嘅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係科學界公認最邪惡嘅脂肪，佢唔單止會增加壞膽固醇，仲會降低你體內嘅好膽固醇 HDL， 直情係雙重打擊。如果你30歲就開始每日飲2杯，到你40幾歲嗰陣，血管就好似用咗幾十 cash 嘅舊水喉咁，入面塞晒油脂污垢。第8位係加工肉類，即係我哋成日常食嘅午餐肉、紅腸、臘腸同埋煙肉。呢啲食物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無論係餐蛋麵定係糯米飯，都總會有佢哋嘅蹤影。但係呢啲加工肉入面含有大量嘅鹽分、防腐劑同埋最重要嘅飽和脂肪，為咗令午餐肉口感軟滑，生產商會加入大量肥豬肉碎，而且呢啲肉類喺加工過程入面會產生一啲令血管發炎嘅化學物質。慢性發炎就係血管硬化嘅元兇。想像下，當你嘅血管壁因為發炎而變得粗糙，啲壞膽固醇就更加容易黐喺上面，形成斑塊。所以呢啲嘢真係少食為妙。排喺第7位嘅係肥肉同埋帶皮嘅禽肉。好多老人家或者中意食燒味嘅朋友，最中意就係嗰層肥油，覺得夠香夠滑。例如燒鵝、乳豬或者係五花腩，其實呢啲動物性脂肪入面全部都係飽和脂肪。如果你每餐都無肉不歡，仲要專揀肥嗰啲嚟食，你嘅肝臟就會收到信號，瘋狂咁做壞膽固醇。其實我哋唔係叫你完全唔食肉，但最好就係去皮、去肥膏，揀瘦肉或者係魚肉代替，咁樣對你個心臟先係最好嘅交代。第6位係內臟類，例如係豬肝、豬大腸、雞腎咁。雖然啱啱講過食物膽固醇唔係主因，
但係內臟嘅膽固醇含量真係高得太離譜，而且通常伴隨住好多飽和脂肪，對於一啲代謝能力已經開始下降，或者已經有高血脂問題嘅朋友嚟講，內臟真係唔應該經常出現喺餐桌上面。特別係如果你已經踏入50歲大關，身體處理油脂嘅速度慢咗，一碟薑葱炒豬肝落肚，你個肝臟真係會負荷好重。第五位係反式脂肪嘅另一個重災區，人造牛油同埋起酥油。呢啲嘢最常出現喺邊？就係嗰啲香噴噴嘅麵包、蛋糕、曲奇餅入面。好多麵包店為咗慳成本，又或者想啲麵包擺幾日都仲係咁鬆軟，就會用人造牛油。呢啲人造油係經過氫化過程產生嘅，身體根本好難代謝。如果你由細食到大，你嘅血管入面可能一早已經埋下咗炸彈，所以下次買麵包嗰陣，如果聞到陣味香得好過分，或者個包輕飄飄但係又好油，你就要留心。第四位係油炸食物，呢個大家應該都知，但係點解佢咁毒呢？除咗油脂本身熱量高之外，最主要係好多餐廳為咗慳錢，嗰鑊油係重複又重複咁用。油喺高溫加熱過程入面會發生氧化，產生大量嘅自由基同反式脂肪。如果你中意食炸雞、炸大腸或者係茶餐廳嘅油菜，其實係淋咗浸油，你基本上就係直接將血管西子吞落肚。尤其是喺街邊食嗰啲，你根本唔知嗰鑊油用咗幾耐，可能已經用咗3-5日都唔滿。落到第三位就係高糖食物同甜品，你可能會問，糖同膽固醇有乜關係啊？關係大咯。當你食咗好多砂糖、糖漿或者係高糖分嘅甜品，你嘅血糖會快速上升，胰島素就會大量分泌，過剩嘅糖分喺體內會轉化成甘油三酯，即係三酸甘油酯。而高水平嘅甘油三酯會直接導致好膽固醇減少，壞膽固醇變細變硬。呢種細而濃密嘅壞膽固醇係最危險嘅，因為佢哋最容易穿過血管壁入到去形成血栓。所以唔好以為唔食肥膩嘢就得。如果你每日都飲杯全糖奶茶或者食個甜品，你嘅血管一樣會受災。好啦，去到第二位係大家意想不到嘅精製澱粉。即係白飯、白麵包、白麵條呢啲食物喺加工過程入面，所有纖維同埋營養都俾人磨走晒，剩低嘅就係好容易被吸收嘅澱粉質。食咗入去之後，身體嘅反應同食糖其實差唔多，都會令血糖飆升，進而影響膽固醇嘅代謝。好多人話我唔食肥肉好，點解膽固醇都係高？好大機會就係因為你食得太多精製澱粉。而且纖維素攝取不足，纖維素其實係可以幫手將體內嘅膽固醇帶走。但係如果你餐餐都係白飯加少少肉，完全冇菜，咁你個身體就冇辦法排走呢啲廢物。終於講到第一位，呢個第一位係好多人日日當早餐食，覺得好方便、好滋味嘅菠蘿油、西多士或者係夾咗牛油同果醬嘅厚多士。點解佢係第一位？因為佢集齊咗以上所有嘅死穴。麵包本身係精製澱粉，入面仲加咗大量嘅糖同鹽，然後你再夾一塊厚厚嘅牛油或者人造牛油入去，嗰度就係爆棚嘅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。如果你仲嫌唔夠，再淋埋煉奶，配多杯加咗奶精嘅熱奶茶，呢個簡直就係血管阻塞套餐。好多香港人由20幾歲返工開始，每日朝早都係咁樣食，去到30幾歲、40幾歲，雖然外表睇落去未必好肥，但去到診所一抽血，醫生就會同你講：先生、小姐，你嘅壞膽固醇超標，血管開始有硬化跡象啦。呢個時候你先至驚，話要戒食蝦、戒食蛋黃，其實你戒錯咗嘢啊！蛋黃入面有卵磷脂，對大腦好學；海鮮入面有優質蛋白質，對肌肉好學。真正要戒嘅係呢啲充滿加工油脂、精製糖同澱粉嘅偽健康早餐。血管係點樣縮嘅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屋企個廚房洗手盆嘅去水管，如果你每日都倒啲廢油落去，久而久之嗰啲油就會黐喺管壁。當你後生嗰陣，管徑仲好闊，你唔會覺得有問題。但去到某個年紀，可能係你45歲嗰年，或者係50歲嗰年，嗰啲污垢已經積到好厚，水流變得好慢。呢個時候，如果你情緒激動一下，或者天氣轉冷，令血管收縮，嗰嚿油垢可能就會甩出嚟，直接塞住咗條血管。如果塞喺心臟，就係心肌梗塞；
塞喺大腦就係中風。呢啲嘢發生之前，通常都係無子朝債。所以我哋應該點樣食先至啱？其實好簡單，首先將早餐換咗佢，唔好再日日食麵包、食菠蘿油。你可以試下食燕麥片，燕麥入面嘅 beta 葡聚糖係一種水溶性纖維，可以喺腸道入面好似磁石咁吸走啲壞膽固醇，再排出身體之外。如果你覺得燕麥無味，可以加啲新鮮藍莓或者幾粒合桃。合桃有豐富嘅 Omega 3，對心血管好有幫助。第二，多食圓形食物。乜嘢叫圓形食物？就係你可以一眼睇得出佢原本係乜嘢樣嘅嘢食。例如一條魚、一棵菜、一個蘋果，唔好食嗰啲變咗粉末、變咗漿糊，再重新塑形嘅加工食品。海鮮絕對可以食，只要你唔好用油炸嘅方式去煮，白灼或者清蒸係最好嘅。一個星期食2-3次魚，對降低血管發炎好有幫助。第三，要識得揀油，屋企煮油唔好再用豬油或者棕櫚油，揀橄欖油、牛油果油或者芥花籽油。雖然橄欖油貴少少，但你諗下，依家貴少少，買支好油總好過將來要用幾十萬嚟做通波仔手術，係咪？第四，控制體重同增加運動。雖然我哋今日講嘅係飲食，但運動其實可以幫你增加體內嘅好膽固醇 HDL。好膽固醇就好似血管入面嘅清道夫咁，佢會將嗰啲喺血管壁上面嘅壞膽固醇執返埋，送去肝臟處理。所以如果你想血管通暢，除咗要減少垃圾入屋，仲要請多幾個清道夫返嚟做嘢，每日行30分鐘，或者每星期做3次令你出汗嘅運動，效果已經好明顯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健康係一種累積，疾病都係一種累積。你今日食嗰份菠蘿油唔會令你聽日就心臟病發，但如果你日日都係咁食足10年、20年，到你50幾歲嗰陣，身體就會一次過張單寄俾你，到時你要應付嘅唔單止係醫藥費，仲有失去嘅生活品質。其實食得健康唔代表要食得好痛苦，你依然可以食好味嘅嘢，例如新鮮嘅清蒸斑片、鮮甜嘅白灼蝦、清爽嘅雜菜沙律。只要你明白咗膽固醇嘅真相，唔好再被嗰啲錯誤嘅資訊誤導，唔好再將啲真正有害嘅食物當成寶，你嘅血管自然會多謝你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係日日食餐蛋麵，日日食菠蘿油做早餐，又或者佢哋仲以為食海鮮係膽固醇高嘅罪魁禍首，請你一定要將呢個正確嘅資訊分享俾佢哋。我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到咗60歲、70歲嘅時候，仲可以周圍去食好嘢，而唔係要每日食藥，甚至要臥床。由聽日開始，試下將你個早餐由麵包換成燕麥或者水煮蛋加水果，試下1-2個月，你會發現整個人精神咗，甚至連皮膚都會變好。因為當你嘅血管乾淨咗，血液循環好咗，營養先至可以送到去全身每一個細胞。海鮮真係無辜嘅，唔好再怪佢哋啦。真正要改變嘅係我哋對食物嘅選擇同埋對生活嘅態度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，特別係一啲已經開始關注健康或者屋企有老人家嘅朋友。記住，預防勝於治療，唔好等到血管塞咗90%先嚟有醫生。由今日開始，用你嘅牙齒做你嘅第一道防線，守護好你嘅心血管健康。我哋一齊努力，將呢啲健康嘅習慣變成生活嘅一部分。等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個強壯嘅心臟同埋暢通無阻嘅血管。講咗咁多，其實最重要嘅都係持之以恆。你可以由少少嘅改變開始，例如今日少飲一杯甜味嘢，或者聽日早餐加一份菜。呢啲細微嘅改變積少成多，就會變成你健康嘅基石。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咁快節奏嘅城市，好多時為咗方便就犧牲咗健康。但係當你冇咗健康嘅時候，你幾多錢有幾高成就都係假嘅。所以由呢一刻起，重新審視你嘅餐單，將嗰啲排喺前幾位嘅血管殺手慢慢踢走，換入一啲真正對身體有益嘅原型食物。記住，你嘅身體係你最忠誠嘅伙伴，你點樣對待佢，佢就會點樣回報返你。唔好再俾嗰啲加工油脂同埋精製糖繼續破壞你嘅血管啦。海鮮可以食，蛋黃可以食，最緊要係均衡同埋識得揀。希望呢篇口播稿可以成為你健康路上面嘅一個小小啟示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
記得將佢記喺心入面，甚至可以寫低嗰10種食物清單，貼喺雪櫃上面，提醒自己。祝大家每個人都血管通暢，身體健康，活出精彩嘅人生。